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1364个本土病例，105个人死亡。今仔日开始，一礼拜入境的总人数放任开放4万人。台湾股市今仔收盘起350点，今年6月以来已经落超过3000点。分析师讲，7月中美国可能会搁升利息，爱特别注意。已经24档无起价的双北市公车票，受到疫情搁汽油起价影响，准备要去运价，嘛可能会影响到票价。新闻开始来看，今仔增加31364个本土病例，105个人死亡，有243个中重症。今仔增加3个囡仔重症，2个是密斯氏的个案，一个是肺炎。另外，对今仔日开始一礼拜入境的人数，对25000个人增加到4万人哦。对7月14开始返来台湾，也是搬机，嘛唔免2天内底 PCR 阴性证明咯。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数是31364位，那境外移入的有98位。即日起要调升入境的人数的总量的管制，到每一周4万人次，本来现在是2万人次。那因为另外我们也从7月14日零时起，是表定抵台的时间起。那放宽国人及持有效居留证以及所有来台转机，搭机前得持2日内 PCR 检验阴性报告。105例死亡个案，年龄层是从90多岁到30多岁，其中年纪最轻的是30多岁的一位男性，本身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那他是有这个酒精性的慢性疾病7月2号的时候有出现冒冷汗跟倦怠的症状，有到这个医院去就医那这个死因的话，主要是归因于败血性休克跟有这个胃溃疡出血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新冠并没有列在就是说这个最主要的死因。另外有3例的这个儿童的重症呢，其中有2例是 MIS-C 1例是肺炎。再来看，昨台中出现2例 BA.5 的本土案例哦，互大家拢真烦恼，讲新的变种病毒敢未探到社区。有基层的里长是建议政府讲，应该扩大扩出接触者。小儿科医师嘛提醒民众，目前疫苗针对 BA.4、BA.5 各有效果，所以一定拢爱注至少3档的疫苗。医师斟酌看诊，长辈需要医师注疫苗。台中市65岁以上长辈疫苗快打站服务进入第3天，因为6号台中增加国内头一届看到的2例 BA.5 本土个案，民众讲曾经听过，但是对防疫感觉真无奈。基层里长是认为卫生局敢若控制一个人，烦恼社区传播的危机随时爆发。也没办法了啊，因为我们尽量防啊。你也不知道谁有谁没有就我们自己小心啊。因为现在只有匡列一个人嘛，那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说再更紧密一点的疫调。台中市卫生局强调，2例本土个案是向为美国倒转来台湾的亲属来传染，其中1名是家管，另外1个人伫咧厝内工作，真少出门甲社区接触，因此干来控列1个密切的接触者，目前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研判无扩大的情形。那这个案母呢，持续居隔到7月7号，其余的个案都已经解隔，研判起来。目前没有外扩的情形。小儿科医师提醒，国外有研究指出 ，BA.4 甲 BA.5 这2种亚型变异株对 BA.1 甲 BA.2 感染后的抗体有抗性，但是民众绝对袂当放弃防疫的作为，建议也是爱较少去公共场所注满疫苗减少重症，等待新世代的疫苗研发。有疫苗的话，你还是把它打好打满，因为你打疫苗的话，你就算那个没有办法完全免疫，但是还是会有部分的交叉免疫力，还是可以预防重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提供接机的人防疫指引，包括应该注满2剂以上的疫苗，专程挂嘴掩甲手套，亲友的行李甲鞋仔底拢爱消毒，车窗应该拍开，保持通风，避免开港，也有事后专车来消毒，希望降低疫情升温的风险。记者台中报道。
过来争出现头2例 BA.5 的本土病例哦，有专家就讲，其实奥密克戎的 BA.4、BA.5变种病毒有可能早个传到社区，只是短期内底已经无传烧。也毋过哦嘛，真烦恼讲开始热热咯，出去佚佗活动变多，可能伫8月中疫情会开始增加。过来传出头一个奥密克戎 BA.5 本土病例，外界烦恼，敢是会引起另外一波疫情？对此，专家认为 BA.4、BA.5 应该早就进入社区，只是即马社区主要是流行 BA.2变异株，真侪人得病了后有抗体，群体免疫也是会当动一个。也毋过休热期间，民众出去佚佗甲社交活动增加，有过8月中以后 ，BA.4、BA.5 恐惊会带来另外一波疫情。一旦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呢，规模比现在大个2倍是很有可能的。那目前大概是2、3万个人嘛，哈，那到时候有超过5万个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哈。李明强调 ，BA.4、BA.5 的传播力虽然强，好加在感染了后，多数是轻症，民众无需要过度烦恼。另外，边境管制措施，李斌已经建议。为低风险国家地区入境的旅客，会当为即马的3+4检疫天数放宽为0+7。国人区那些低风险地区的话，它染疫的机会说不定还低于留在台湾国内的机会。如果是有这种情形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另外，第4剂疫苗，因为现有的疫苗拢是采用上悬殊的武汉株，所以专家拢建议。只有长者、慢性病甲免疫功能不全等高风险族群，才需要做第4剂疫苗，以降低重症甲死亡风险。未来若有次世代疫苗研发成功，佮就市，会建议全民拢做次世代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股市，今仔总算有较好的表现咯，收盘起350点哦。台湾股市对今年6月以来一直落，已经落超过3000点咯。也毋过分析师是认为7月中美国的联准会可能会阁升利息，股市未来表现咯，投资人嘛是爱阁真细腻。美国联准会发布上新的会议纪要，展现对抗通货膨胀的态度。5礼拜3美股中场收悬，其中道琼工业指数起69.86点，纳斯达克指数起39.6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起的幅度是0.66%。初期台北股市虽然各重新登去万四，不过盘中落愈济，上加要到13951.81点了后，搁再反弹超过350点，指数登去到14300点以上。富国新山台积电嘛大起23块半，是起到459块。今天其实台股在跌下去的时候，早盘成交量缩得相当小，代表就是说，其实卖压的一个部分已经减轻很多。那今天的台积电以及联电的一个股价表现相对强势，这个也稳住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军心。分析师表示，台股从6月份以来一路一直落，今年已经落3000多点。按算7月中 FED 宣布新的利率政策进程，大盘指数也是会呈现来来回回较无稳定的走势。面对台股一直落，国安基金嘛按算伫后礼拜1 7月11召开例行会议，到时会就股市的情形、甲国际经济局势来进行讨论。你会密切关注，我们就会看一个趋势嘛，比如市场的失序或信心崩盘的状况，那我们就不排除就是召开临时会议。那伫个会期方面，因为 FED 会议纪要显示官员鹰派立场，普遍支持7月份起利息，嘛互美金维持强势。新台票换美金早盘，伫个台股开红的鼓励之下，要回升到19.79块，升达2分。目前新台票的汇率伫个平盘附近来回。美元现在持续相对强劲的情况之下呢，包含欧系货币也好，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亚币在台币的走势上面也好，基本上在今年来讲都会是维持弱势的态势为主。外汇分析师认为讲，以即马外资持续出走的情形，甲历史的经验来看，台票的走势拢是相对弱势，加上美金持续走强，新台票无排除向30块的关卡挖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早起开记者会，甲业者做伙指控市长黄伟哲收钱无办事。业者指出讲2当前，因为伊的人骨塔被变更设地理喏，所以去找市长斗3工，开1000万，希望讲会当顺利。
黄伟德是找一个姓陈的律师做白手套，伊花720万过去，也毋过煞无消无息。市长黄伟德是回应讲，这无影无迹是抹黑的手段，会提出法律的诉讼。市长我讲，你当的，你要安尼吼，有影有无啦？业者亚康2020年10月初1伫餐厅甲台南市长黄伟德的谈话内容，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良介初一透早带当事人开记者会，指控黄伟德收黑洗刷无办代志。他叫他10月6号补签的那一张形式上的对外形式上的顾问费是720万，所以他就先汇220万，加上500万的支票。业者因为林骨塔要申请变更设置人无成功，透过议员找到黄伟德。业者指控讲，食过2摆饭了后，讲好1000万通过变更案，伊按照黄伟德找来姓陈的律师的指示，甲720万分做3摆汇去律师的事务所。想要到落尾变更案无通过，事务所阁寄小单甲乌西钱合理化，包括甲黄伟德食饭爱8万块，请律师看林骨塔爱10万块。我迫于无奈啊！因遮人拢借势借端，用这来我恐吓，你若无我若无付恐吓我若无付这钱，我会走路，我会倒嘛。业者知影乌西有法律的责任，不过实在气甲挡袂掉，才会决定出面来压康。面对谢良介这边的指控，黄伟德透早走市政厅庭的时阵，承认讲有食饭，不过伊讲找律师去是因为牵涉到法律的问题，而且伊提早离开，唔知影律师落尾是安怎甲因讲的。中间呢，他的讲话里面有非常多都是所谓的他自己在那边诠释或推论的，根本就是与事实有严重的落差，我们非常遗憾，也不予认同。黄伟德法冤枉，按照谢良介是强调讲，这敢若是第一阶段，这个代志要未收煞，伊会继续来压康，嘛互台南市长的选战提早滚价。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国民党团是指出讲，民进党的发言人李建辉嘛是中华大学董事长哦，所以林志坚伫中华大学论文审查敢会公平咧？中华大学是表示讲，因会请外校的教授组成审议委员会独立调查哦，讲董事会甲学校袂插手。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参与论文抄袭的风波，引起大家关注。国民党青年部郑主任陈冠安质疑讲，林志坚伫台大国法所读硕士的时阵，指导教授是陈明通。陈明通30年来拢总指导173个硕士甲博士，袂少是历年的政要。昨敢若有5个开放电子专文，占的比例敢若有2%。人家质疑的是政治人物洗学历的问题啊，所以对于特别是国法所的硕士专班、在职班，应该全部公布。你就给人家看嘛，是不是？那现在为什么公布比例这么低？那就是怕人家检验呐。除了台大国法所硕士论文受到质疑，林志坚进前伫中华大学写的硕士论文，嘛去用亚公甲德科委办期末的报告有真侪相像的所在。国民党团呼吁中华大学要赶紧组委员会，必要的时阵撤销林志坚硕士的学位。嘛讲民进党发言人李延辉兼任中华大学董事长，恐惊影响论文审查的公信力。因那学者季丰成也提出同款的质疑，呼吁郑东军应该退出校园。政党要退出校园，那你今天当然在学校里面当一个董事长的话，你就是民进党的那个发言人，就很容易让人有这方面的质疑了。面对质疑，中华大学副校长兼发言人纪鸿连表示，学校若是收到检举函，会随启动调查。按规定，以校外教授组成审议委员会独立调查，董事会甲学校是无法度干涉。李建辉是批评讲，这种政治操作是恶意作恶，未来调查会有独立小组来运作，而且绝对会秉公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104岁柯志龙将军哦，伊捌拍过抗日战争甲国共内战，今仔出版伊的传记，对战争到和平，有写着前总统蒋经国提拔前总统李登辉成做接班人的过程。伊伫册内底嘛指出讲，无啥物代志比和平愈重要。伊认为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上好的方案。2、1，好，我们请贵宾们的眼光可以看向。身体勇健，气色袂歹。柯志龙今年104岁，封号做是百岁将军。出版伊人生头一本回忆录，讲出伊经过对日抗战，政府迁徙来台湾了后，见证两岸关系演变。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前外交部长郑福拢有受到邀请来参加。柯志龙一生奉献给国家，
经过战争到和平，讲到出车过程，柯立龙讲，当初并无想要出版传记。30年后的计生局是那种人，仍然是他在幕后推动。再次向他表示敬意。柯立龙过去做军政要职，经验是真丰富，包括陆军官校校长、金门防卫部司令官、总政政部主任，还有退辅会主委。对两岸的局势，伊认为讲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上好的方案。蒋总统马英九讲，柯立龙的册提醒执政当局，爱甲正做照镜，战争无法度来解决争端，侵略敢若会致死败亡，而且台独不可行，两岸需要搁较侪沟通。侵略只会导致败亡，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爱护人民就应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我认为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观念。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系列的感人的故事，向各位是最虔诚的、最高的敬意。柯立龙对台湾民主之路辛苦的过程感受是真深，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牵连两岸的局势。柯立龙伫新册内底指出，台湾唔通耳空轻，甲别国的使弄听甲啪啪啪，还佫讲美国想要以台湾来影响中国，提醒政府唔通互台湾假做美国的代理人，强调讲无虾米代志比和平还佫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环保团体呼吁讲，台电伫基隆的协和电厂改建的计划，因为甲当初申请要填海造路的所在无同咯，应该爱退回重新申请哦。台电今仔早起嘛开记者会表示讲，填海的面积已经减少真侪，嘛有顾到生态的保护。台电嘛再一次强调讲，协和电厂改建的必要性。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明生传领高层，嘛找来生态学者、专家做伙出席记者会，针对下昼才举行的环评审查会，抢先伫下早向大众说明协和电厂改建案的必要性。协和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协和，万万不能。台电甲4部燃油改成2部燃气机组，估计减少9成6个空污。嘛强调对咧用电成长甲核利度益，单靠和平电厂已经不足来稳定800基亿的供电。那这样子对电网的韧性来讲，这是一个极端糟糕的一个电网，所以它的韧性会非常的差。针对东沙方案，台电嘛委托顾问公司进行海底生态调查，指出这个船坞覆盖率上最点有6%左右，水深超过10米以后，差不多无船坞，大多数是沙地。强调东沙会当保留大海扇甲前堤区船坞，学者嘛背书填海造地了，有可能会创造船坞更较侪的成长机会。如果未来这个堤防是适当的设计的话，会变得更好。怎么讲？都更可能更好。但反对改建计划的团体并无认同，指出海洋生态是连续的，而且出现沙地无代表伊无重要。更加引用国外研究指出，填海造地毋但是影响到填的所在，嘛会造成周边海域更较歹。认为台电的讲法毋但是短视近利，更加有故意扭曲的嫌疑。记者王德心台北报道。双北市的公车票已经24档拢无起价咯，也毋过最近2档外，因为疫情乘客减少真侪，佮加上油嘛一直起价。公车业者最近要针对油料、驾驶、佮有车辆、甲车头的营运成本计算，要来申请运价起价哦。公车的票价敢会做伙起咧，这个要看双北市的态度咯。大台北公车2年来受疫情影响，离峰时间班次已经减少，油源无法度弥补了钱。台北市公共汽车商业同业工会估计，这2年来油价起再起少，营运成本已经增加超过3成。最近将提报运价调整申请送市府审核，保证双北运价是19块3角外，也毋过票价维持15块。运价若讲佫起，超过地方补贴能力范围，可能会反映伫票价上。对啊，如果什么都涨的话，涨一点点，我觉得可以啦，因为毕竟这么久没有调。涨的话也是可以接受啦，应该是比捷运是还可以负担的。经营双北公车的客运业者表示，疫情加上通膨，有业者已经了半的资本价，佫无起运价，可能会面临倒店。依照流程，公车业者每2年会当提出运价调整申请，保证业者已经计划伫最近提报，佮由双北地方政府进行审核。目前是没有接到工会有提送运价调整的一个申请。
那运价跟票价的一个差额的部分的话，会由供应处这边来编列预算来去做一个指引。过去24年来，这个没有涨价，因为没有涨价，政府就去补贴，那其实就是拿大大的钱。那这种补贴的制度是不能够长久的。学者讲，小巴公车票价24年无起，全靠地方政府补贴运价，并不是正常的市场机制。等于是刷未来的预算，坐落子孙。因为物价拢起的状况之下，票价也是应该合理反映。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初，新北市的中心桥新增往沙尘暴的方向试办机车区间测速，也毋过试办1个月哦，车祸是比去年同期有淡薄增加。警方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去年的6月哦，已经3级警戒，车变真少，所以应该袂当甲去年6月比。早起，新北市政府嘛已经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先停止试办。倒摆的骑士油门一个嘴刷咧上桥，就惊讲会防罚钱，车速唔敢伤紧，因为新北市中心桥新增往山林堡的方向，伫个进前头一边来启用机车车道的区间测速，引起讨论。有时候会有感觉到很慢，就速度会感觉像是卡住的感觉。40对，太慢。其实目前还阁是试办阶段，还阁未正式来开发单。不二个6月初试办到单，因为这个时速伊是限制40公里，伫个尖峰时间正会塞车，嘛引起真侪骑士不满。甲去年同期来比，车祸件数无较减，颠倒有较加。虽然讲干那加2件，不过这嘛互当地设计这款区间测速，是毋是有这个必要性来引起争议？因为去年的6月份是新冠肺炎的一个3级警戒期间，所以才会有造成说事故有减少的一个情形。未来我们会修正这个所有的这个区间测速的。那第一个是不会分车种，好，它一定是这个要做，就所有的危险都应该涵盖在内。警方回应讲，伫去年6月拄碰到3级警戒，车流量减真济去，以特殊的情形来比较，伊的数据会失真。强调讲，为着要避免烧弄，才会来设置这款区间测速。不二个目前正式执法的基点都还未定案。交通局初7阁宣布讲，伫个全面改善相关规划进程，区间测速卖位即马开始取消执行。未来若是实施区间测速，卖位无分机车、汽车全面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全球的疫情搁再炭烧哦。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讲，过去2礼拜，全球的病例数又搁增加3成，病毒是一直在变种。除了 BA.4 个 BA.5，伫印度嘛发现 BA.2.75的亚型变种病毒。另外，伫中国上海又搁传出讲有群组感染，拜二嘛宣布讲3天内底要做2届大规模的体检，嘛要封城管理，好民众是真怨叹。Omicron 的病毒煞咧变，小威力更较强的 BA4 甲 BA5，互全球的疫情搁再冲悬。WHO 伫个初6讲，过去2礼拜全球增加的病例有3成，还佫有发现到新变种的病毒种。Globally, reported cases have increased nearly 30% over the past 2 week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A4 and BA5 are driving waves.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a new sublineage of BA2.75 has also been detected, which we're following. 外电报道讲 ，BA2.75是 BA2的变种进化过来的，安尼互讲做是第2代的变种，还佫有增加真侪无正常的突变。这凡说会当来突破即卖疫苗和病毒株因感染的免疫轰炸，已经煞咧出现伫个上介少有8个国家。因为中国疫情还未看到降温，北京甲西安拢有通报 BA5.2亚型的这款变种病毒。西安市从初6开始实施7天临时管控措施。上海亲像有真侪间 KTV 有传出讲群聚感染，还佫有几个行政区伫个拜二开始无预警来宣布讲，要伫个未来3天内来做2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伫个这段时间来采取防控管理，敢若会当入去袂当出来，安尼引起民众咧害惨。其实新冠都不怕，不算什么，怕的是封在家里。我们在这里呢，就一直被封，没有自由。特别是有一些老人说他们都不出门的，然后没必要一直做，都是在抱怨嘛。
因为东北亚的南韩因为放零社交距离的限制，再加上hiệu熱閣要到咯，連續3天攏有超過18000例確診，差不多是一禮拜前的2倍。防疫專家分析講 ，BA5未來真有可能會成做南韓新冠病毒的優勢病毒。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世界衛生組織昨日公布講，全世界已經58個國家通報高豬的病例，計共嘛超過6000例咯。新加坡昨日出現頭一個高豬的本土病例。新冠疫情全世界流行，怎嘛也未结束。高度的疫情也伫咧真侪所在传。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日内瓦一场线顶记者会讲，目前已經接到來自58個國家，總共超過6000個高度病例的報告，抑閣真侪是也未通報的。On monkeypox, I continue to be concerned by the scale and spread of the virus across the world. There has now been more than 6,000 cases recorded in 58 countries. Testing remains a challenge, and it'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ases not being picked up. 真侪國家攏有確診病例。新加坡衛生部昨日通報第一例本土高度的病例，是45歲住佇咧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籍男子，甲之前境外移入的案例無關係。高度病例數一直增加。WHO 也考慮要閣開專家委員緊急會議。I will bring them together during the week of 18th July or sooner if needed.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雖然經歷過新冠疫情，但國民眾依然未甲教訓記條的，愛提早投資公共衛生，為後一回大流行做準備。The reason why many people died wasn't COVID. It was they had no access to healthcare. They could not get oxygen. They could not get a bed. 這波高度的疫情5月中伫咧英國爆發，不過傳染對象有局限性，大部分攏是甲陽性個案親密接觸，或者是有過無安全的性行為。抑個就是照顧確診者的醫護人員，全世界病例內面，歐洲地區就佔80%。記者綜合報導。再來看南亞國家斯里蘭卡，拄到最近70年來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已經宣布破產咯。嘛，甲國際貨幣基金會進行紓困的談判，因為通貨膨脹嚴重，食品、藥啊、燃料攏真欠缺，民眾的日子是真歹過。警方向示威民眾噴毒乾水，發射催淚ga斯。這場所謂的最後推進，打算將總統拉賈帕克薩政權殺倒的抗議行動，由少年人主導。閣得到反對黨工會社會活動人士甲百姓支持。過去幾禮拜，斯里蘭卡人受到電力、停電、食物甲生活物資等嚴重欠缺之苦，連醫生攏警告，衛生體系可能攏崩盤。無電無ga스，已經有民眾改用烹茶的方式來做飯。斯里蘭卡當初佇70年來上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外匯準備用了拉賈帕克薩運用各種手段，包括為印度甲中國出的債務支持，攏無法度化解債務危機。伊切勒表示，已經甲俄國總統普京請求協助，以招待方式提供緊急所需要的電料。真濟蘇國民眾無法度開車，也已經開始改騎腳踏車。හැබැයි මට පුළුවන් මට්ටමේ මම බයිසිකලයක් අරගත්තා. ඒකට මම හයි කරගත්තා ඉස්සරහටත්. මේ හැමෝම බයිසිකල් ඉල්ලනවා මේ පෙට්‍රල් ප්‍රශ්නේ උඩ. ඉතින් හැමෝම බලන්නේ මේ ටික දුරක් හරි බයිසිකලේ යන්නනේ රැකියාවල් වලට යන්න. පෝලිං වල ඉන්න බෑනේ. 有2200萬人口的斯里蘭卡，當甲國際貨幣基金進行紓困談判，結果將出發於今年8月以前，甲這全國確定的債務重整計劃，不過面對的是比以往談判更加困難，也更加複雜的局面，需要和 IMF 接受因債務重整甲永續性的計劃。一旦達成協議，為期4年的全面貸款援助計劃才會展開。總理維克瑞尼辛赫甲國會議員講，因為是以破產國家的身份參與談判，要恢復蘇國已經崩盤的經濟是真困難。公視新聞吳文蓮編譯。關鍵伊感覺無果不成金。今仔的台灣日誌，咱們來看1931年7月7日發表喺當時的報紙《台灣新聞》的一篇文章，建設台灣白話文一項提案。這篇文章計共有2萬多字，分33回連載。作者是提倡台灣話文，要把台灣話寫作文理的過秋生。
郭秋生伫1904年出世，台北州新庄郡的人。伊伫台湾接受日文教育，细汉嘛捌伫学汉文，后来是去中国厦门读册哦。倒来到台湾是伫大稻埕的金山楼饭店食头路，所以伊熟悉真侪文人雅士。伊本身哦嘛是一个作家，写论文、写小说，佮有写散文。郭秋生会来提倡台湾话文运动，其实是受到迄当时黄石辉的发表，怎唔提倡乡土文学影响哦？黄石辉迄当时是讲哦，乡土文学就是用台湾话来描写台湾事物的文学。伊讲，你是台湾人，你头顶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目睭所看到的拢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到的是台湾的消息，所以主张讲应该要用台湾话作文，用台湾话作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来描写咱台湾的事物。黄石辉的想法，互郭秋生是真感动哦。所以伫隔年，伊就用建设台湾白话文一项提案这篇文章来表达伊的支持。郭秋生讲哦，咱应该用汉字甲台语文理化，鼓励加创一寡台语的新字。郭秋生嘛望讲，透过台湾话文的运动来凝聚台湾的民族意识哦。郭秋生嘛，甲一寡文学界的朋友做伙创办《南音》杂志，实际用汉文来翻译，也是写台湾歌谣，来实践台湾话文理化。也毋过，因为是伫日本时代，后来台湾总督府哦实施皇民化的政策，中日战争爆发，官方禁止使用汉文，这个文人来推动的台湾话文的运动就点起咯。即马咱的囡仔伫学校上闽南语课，使用的课本哦，嘛是甲台语文理化哦，嘛是甲台语文理化。使用的是教育部的推荐用字，大部分嘛拢是汉字哦。咱民间针对台语的用字，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甲做法。也毋过哦，目的拢是希望讲台语会当有文理的系统，永远流传落去。咱台湾历史上今仔日的大代志哦，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继续来看经济部伫初四哦，特会要伫云林科技工业区设废弃物处理场的环评，也毋过嘛讲哦，县政府对这案有误解，双方对于焚化炉的规模有无共款的认知。经济部工业局嘛强调讲，会先甲地方来沟通，有共识才会继续来推动。云林科技工业区这块环保用地，本地规划组要来处理工业区内产生的塑料废弃物，不过因为收的量无够，佮一直找无在地业者投资刷流标，落尾经济部工业局打算扩大收塑料废弃物的范围，甲附近县市的工业区拢算在内，互当地民众真不满。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总共出现了93次的焚化炉。完全没有提到所有的 SRF 的固体再生燃料的部分。那在第二次差异分析里面提到的476次这个焚化炉，那也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所谓的SRF 固体衍生性燃料的部分哈。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虽然这个月初四经济部工业局已经主动撤销环评的听书，即阵面对解决废弃物的问题，云林县府强调讲，工业局今年3月提出第13届环境差异变更报告，第一摆是150栋一般的塑料废弃物焚化炉，佮加上30栋有害塑料废弃物的焚化炉，第二摆修正则改做180栋一般塑料废弃物的焚化炉，拢是依照焚化炉做规划主体。我想这些都必须要多一点的沟通跟和解来做说明，一定会有焚化的过程，但是焚化的处理机制，包括你排放出来的这些这种各种空气的排放的这个数值，它都必须要监控，要让大家放心，然后有共识，我们再来往前推动。工业局表示，针对这块环保用地规划，会采用工业区内厂商的建议，规划设置固体再生燃料 SRF 的技术，先将废弃物分类处理好势，再转化做再生燃料。落尾嘛，甲地方继续来沟通，希望和地方的发展、产业甲环境拢会当兼顾。记者报道。来看宜兰县南澳乡南澳南溪飘飘河，佮有沙坡车哦，真受到欢迎。也毋过传出讲业者用拖马机来挖土，民众是真烦恼，讲会破坏水土保持，真反弹。县政府表示讲，会先来公告讲附近的海域禁止海上活动，佮来做评估。
南无人溪青冷河床风挖出一条一条复杂的道路，互部落民众去扑扑。指控业者为了方便游客耍漂漂河，骑沙坡车用挖土机开挖河床，搁伫河川地设设停车场，破坏河川的水文水道甲水土保持，甚至也要改变河道，影响河防安全。它有生命、有生物的，是动植物啦，还有水中植物，它要生存。你一动石头都清开，就不对了。南无南溪水质清，生态丰富，原本就是了解活动的特点。大约6年前开始出现漂漂河甲沙坡车两项活动，最近疫情转好，加上是休乐期间，算做游客真多。要过游客活动业者的开挖行为，也互外界烦恼。以早南无南溪以出产毛很出名，也有烤火毛仔等关心之类。若讲继续随在游客活动破坏，一定会产生更加严重的生态浩劫。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性以及它的一个观光油气等等，我们会做综合的一个考量。那在考量评估结果出来前，我们会先来做一个禁止。官府讲，若经过调查，业者确实无经过许可开挖河床，将依水利法规罚2万5至50万。官府也指出，将找专家甲在地民众，针对沙坡车漂漂河的安全性、参对河防安全的影响做综合评估。伫评估期间，将公告禁止2项游客活动进行，聊客活动是暂时无禁止。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27，高雄市文化局委托受理高级外包厂商甲鸟仔收破坏甲鸟仔囝拍照，引起争议哦。即马好消息是，当地鸟会甲农业局已经找到只鸟仔囝咯，嘛做人工的鸟仔收。也毋过哦，因为工程时间是真差，所以惊讲对只鸟仔有影响，因呼吁施工的单位应该停工，先来做处理。重型机具施工的声音一直传过来，到早起9点外了后，怪树才离开。这是顶个月27，高雄市文化局请包商来修剪树仔，煞去破坏着薰鸟用鸟仔收的所在。高雄鸟会等单位真无简单，才甲2只鸟仔囝找回来，用塑胶的菜篮做鸟仔收安置鸟仔囝。即马佫发现讲施工的声音伤过大，恐惊影响到鸟仔的生长甲爸母饲囝。蜡烛2头烧，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迫使他会放弃这个鸟巢，然后环境的干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志刚逐工到场观察，高雄野鸟协会发现讲，薰鸟莺的生活去互噪音干扰，鸟工伫咧附近找无食食，爱飞去更较远的所在。嘛因为鸟囝受过枵，连鸟母嘛爱出去找食，而且烦恼讲鸟工鸟母若是伤过忝，就会放弃这个收，呼吁文化局爱先停工，等鸟囝大汉才搁做。弄了一个违章建筑让他们去住，那他们也住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是在施工，昨天以前其实都还是在施工的。施工的分贝其实有时候会高达100分贝。在雏鸟离巢之前，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重机具，简易的人工清理，还有就因为古迹的部分需要做一些木料的丈量跟检视。文化局表示，施工的地点伫咧树的另外一边，声音无亲像想的遐尼大声。会调整施工的顺序，先甲重型的机具刷走，先做木工顶较细声的部分。等鸟囝大汉了后，才开始做重机具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除了县市长、议员，嘛要选里长哦。有一寡民间团体早起表示讲，有1/3的地方里长拢只有一个候选人，所以因整理选里长的工作，要互民众来了解，嘛要鼓励有心的民众出来选里长。活动中心争取建设自来水的接管的计划，登记疫苗，然后帮他们送餐等等的。回头看这几年，尤其是疫情期间各项政策的落实，今年29回归苏醒，头一届做里长的任期就要到啊，未来会顺旧连任，继续来服务选民。像伊同款想要延续青年参政理念的少年人，也有这位。我一开始来选的时候啊，大家都说你选袂掉啦，变成了说。他们觉得要给新人机会，要给年轻的机会。22月9合1的大选，敢若剩4个月的时间，各界关心县市长、县市议员的选情以外，负责会等等的民间组织是甲重点放伫上基站，有7734席次的村里长的选举。竟然有1/3是同额竞选，表示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村里长的角色，所谓的庄脚，好，那所谓的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角色。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有新血，
7000多个里长当中，女性现在只有16%左右。你相较于我们现在立委有40%，市议员也将近都超过35%。好，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很多女性在社区里面是当志工，我们只鼓励她们可以扩展她的服务到争取领导的位置。民间团体嘛有出册，除了鼓励幼稚投入村里长的选举以外，嘛希望会当让更较侪人了解村里长会当做啥物代志，而且看家己选区的村里长敢有符合这个标准。因为村里长会方认为讲，长期去用当做政党的条约卡，或者是敢若会晓办一寡社区的活动，即嘛希望会当改变这个刻板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林本基金会表示，讲有真侪受到性侵害的学生往往爱等啊大汉，甚至一直长大后才有勇气讲出当初的受害经验哦。所以，望讲教育部在制定性别平等法的时，应该爱针对老师性侵害学生的事件，主动来扩大调查，嘛爱延长法律的追溯期。这件事情在心里面20几年都没有出来讲，真的是自己当了母亲之后会比较勇敢。结婚了后已经有查某囝，A 小姐才有勇气讲出20多年前去互国校的老师性侵的代志。人本基金会109年9月，甲伊斗3工向当时读的台南省立国小提出性平事件。一个姓尚的老师伫咧台中教册6年，台南23年，50岁退休了后，搁伫因兜开补习班。经过年外普查甲访谈，有10外个人出面控诉。午休的时候，要求女学生钻进她的办公室，好，然后在她的办公桌底下，他把她的长裤拉开，要求女学生去摸她的生殖器，把学生带到泡茶区，然后在那里面去舌吻或者是猥亵女生。经过学校性平会全面调查，认为这个姓尚的老师性侵学生立，未搁甲请。不过，因为伊已经退休18冬，出面的受害者大部分拢是20多年前的学生，已经无法度追溯刑事责任，会当继续领退休金。比如像这次的案子，台南市政府有进行他的扩大调查，但是呢，台中市政府就不肯。那我们是认为说，法律上要更明定清楚，像这样的案子，就是他已经不止一个受害者，而且他任教非常多年，应该要扩大调查。人本基金会用真侪年处理学校不良老师的经验指出，这款老师大部分拢是累犯，受害者唔知影要安怎求助。因为目前敢要扩大处理，各地态度无共款。日本呼吁教育部爱伫咧相关的法令，定老师对学生的性平案件，一律拢爱扩大调查，包含转学的学生甲毕业生。记者综合报道。囡仔大考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哦。有社会团体针对6岛的学生下课了后的食食的习惯进行调查，发现讲愈大汉的囡仔愈爱啉有糖的饮料，嘛愈爱食吸收甲甜的物件，所以提醒家长得爱重视。我们学生的宵夜，也会有30%的小朋友呢会选择吃东西跟喝东西。营养师分析6岛的学童因下课了后的食习惯时的调查，发现讲，这个学童因有大考的问题，一直甲这个课后的食食有关系，也是讲伫暗顿了后食宵夜。这份长期关心学童饮食惯势的癌症关怀基金会，针对6岛的学童因下课了后的饮食惯势，甲做规年的调查，发现讲。这个囡仔因的年级月子悬，因月子爱食迄款有加糖的饮料，也是迄款重咸重油的脆食面。随着年级越高的话呢，选择红茶跟奶茶的比例也会随之而上升。可是绿灯的食物，这种优酪乳跟鲜奶的部分呢，却反而相反的，随着年级越高的小朋友越少会去选择这种绿灯的食物。调查佫发现讲，有70%以上是因为厌食，也是讲食了会较欢喜，所以就一直选迄款无健康的脆食面甲饮料。这样的饮食呢，一方面代表就是说他们养成了用饮食舒压的习惯，或者说他们对某些食物，譬如像糖类啊、甜饮料啊上瘾，导致于他们到时候就是想吃。加上它的零食全部加起来就构成它的一天，这样算来算去，他们的脂肪比例真的会超过所谓的危险数字。什么意思呢？超过35%以上。基金会强调讲，感情40年来，到底是咱国人死亡的白头坎，大部分的起因拢是甲大考有牵连。嘛强调讲，这个无健康的物件，较会致使囡仔大考来成做因日后成长过程的健康的障碍。嘛呼吁家长都爱来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要教因讲这个正确的饮食惯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花莲市有民众哦，家一阿嬷吉台狗仔的画面铺去网络顶头，引起动保人士的关心哦。也毋过，这阿嬷是讲，伊的管家家己出面的狗仔有啥物毋对？伫溪查湾的面头前嘛，共款拍狗仔。溪查湾是认为讲，这只狗仔无性命的危险哦，所以毋免带走。也毋过会针对虐待的部分处罚。花莲市中华路的一个巷仔底，附近的住户常在听到有狗仔嗌甲大细声，一个行过看才知影有一个负责人。手举叉一直甲这只狗仔烧，这只乌色的狗仔正边的目睭规个红记记，立伫个乌多摆底唔敢出来。情况大约10到15天，然后是从早上也打，下午、晚上连凌晨都打。他只要不爽，他就拿狗来出气就打。那一天有见过吗？有邻居也都有出声啊，他就停一下不打，然后隔没多久又继续打。动保人士随通报动物防疫所，而且甲稽查人员做伙去关心。不过，这个负责人因兜的人，性地一个举起来煞报警察，叫警方都要甲动保人士，还佫有记者赶走。这个负责人甚至当稽查人员的面，佫一概拍这只狗。月的狗而已，你们就打成这个样子？什么叫我们就打成这样？注意你自己讲话的方式就打成这样子。我要好好教训他，也是我的事啊。他把对，我你就承认嘛，你就是打狗嘛。这个负责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动物保护法第30条。不过，稽查人员认为讲狗仔目前无生命的危险，所以袂甲伊带走。这个决定，互动保人士是真烦恼。故意使动物遭受伤害，但是未达到严重残缺，这一条的话是处5万5到7万以下的罚款。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需要先请他到我们法院所来做陈述意见。我觉得应该是要把狗带走，狗已经有受伤了。那现在如果狗没带走的话，我们很难保证说人走之后这狗会怎么样。管护农业处长表示，会不时派人去稽查。咱若这个负责人，因兜的人尾手是有答应讲，会甲这只狗带离开这个所在，嘛会甲狗带去看医生。不过，动物防疫所强调讲，虐待动物的部分也是爱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布袋戏的国宝黄文德，顶个月过身哦。伊在世时有真侪真精彩的创作，最近伫国家电影中心的展览，要互大家进一步来了解这位财主伊一生对布袋戏的坚持甲贡献。世事如棋，天可不测，孝敬英雄啊！师傅搭配布袋戏艺术黄文德写真的配音人红啊，为北音财主黄文德的纪念展览开幕。黄文德伫6月12过身，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即阵收集伊过去伫布袋戏界拍拼的影像、创作甲物品等等，举办活动式的纪念展览，7日正式开幕。甲伊最近创立霹雳的大兄黄文忠，讲到这个小弟也是那后甜。这种所谓的有才人的人，这种国宝级的，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一个人配音基本上是不容易的。那如果说多口配音，那就集大家的一个优点，那就不一定。但是我想，一人配音的这种最高境界，应该是落在我弟弟黄文哲的身上。讲到传承，霹雳表示，自去年开始就训练新一代的配音员，虽然可能要无多甲黄文德相比拼，但是配音是无问题，嘛当咧豆豆成长。因也当咧规划成立基金会，希望会使集合各界的力量，做伙推广布袋戏。生命是有限，但是精神是可以永续的，需要群策群力，单凭一家公司或几个人是不行的。广招了这个有志之人呢，然后共同成立这个基金会，为我们台湾的布袋戏文化的推广来努力。总统蔡英文文化部长李英德也伫初5到展览现场参观致意。霹雳表示，除了展览，伫展期内也有受环境、城市传说2出布袋戏电影伫各地重新放映，互各界追思北音财主黄文德。记者郭本长随新北报道。最近米其林指南嘛推出杜拜的版本，头一份名单选出69间的餐厅，有11间摕到1粒星甲2粒星哦，也毋过佫无3粒星的餐厅，咱嘛做伙用目睭来食好物件。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商业中心杜拜进行公布，2022年的杜拜米其林指南核选名单，即开头就公布2间2星米其林餐厅，一间是伫宝格丽度假村的伊利斯多安南尼科罗米多意大利美食餐厅，另外一间是法国美食餐厅史丹拜扬纳克阿内罗。
Our inspectors have been in the field for years to prepare for this selection. And today we have really a bright selection to share, to reveal, and to celebrate with 9 restaurants with a 1-star and 2 restaurants at a 2-star level. 这摆公布名单是伫杜拜歌剧院举办，米其林评审用几个月时间参观各种餐馆，为世界有名总铺师经营优雅豪华餐厅，到当地人经营简单的小酒馆，拢伫审查范围内。评选69间餐厅，除了2间2000级餐厅以外，还有9间1000级餐厅，也是中东地区餐厅第一摆摕到米其林星级评选。 It's such a proud moment that Michelin has come to the city of Dubai to really recognize this and recognize the chef and showcase them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虽然有11间星级餐厅煞无任何人提供中东美食餐厅集选星级，不过伫必比登推介当中，是列至14间餐厅其中到中东美食。所谓必比登推介是米其林评审颁予餐饮业者事情，表示餐厅提供好食的菜，同款会收录伫米其林指南当中。 佮用红色线条标附必比登推介英文的大纸做识别。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普勒内克表示，杜拜外籍人口为全球200国家地区，虽各地背景佮文化无同，或者沙漠都市正做者美食之都。都市每年会迎接超过1600万游客。米其林指南对进一步推动旅游业是真有帮助。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 再来看墨西哥一间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庇护中心，互发现讲内底动物有的着伤，有的三比八，有的看起来精神是真歹哦。都有人批评讲哦，表面上讲是庇护，实际上讲可能是苦毒这些动物咧。 倒伫草埔的西3比8，这只白狮嘛散甲剩一支骨，连坐落来都真正力。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这位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互人检举虐待动物。动物学专家介入调查，发现案情无单纯。 donde se ven los animales completamente maltratados y nosotros buscamos un acercamiento por una de las partes de atrás también donde se alcanzan a ver los animales que están en muy mal estado, están en los viles huesos, animales con sarna, mutilados, algunos sin cola, con gusanos, están muy mal estado los animales. 那动物普遍营养不良，拢无活力。动物学家佫发现，这位收容所属有非法经营，收容的200多只动物，包括狮、虎、豹、猴，拢有受虐待的情形。这个消息传出，引起有关单位重视。礼拜2决定大封条，下令关起来。当时有的少民众站出来为保护动物赞声，不过业者讲，一切拢是因为疫情、灾情困难，伊毋是故意虐待动物。 que vive gracias y por la gente, ¿no? Para mantener a los animales. Tan es así que esto no era un zoológico, eso hay que aclararlo. La gente no venía aquí porque, les insisto, muchos vienen de decomisos o de procesos complicados y eran animales que ya llegaban lastimados o que llegan con algún tipo de perjuicio. 墨西哥当局出来会对规个案件展开调查，并评估动物的健康需求，为因找新厝，有可能重新找伫墨西哥市其他动物园。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 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